今次冷門搏一搏隻阿基拉，神操醒返晒。我哋睇返佢嗰個賽績，佢由91分季初減到依家81分，仲低過上季尾最後贏嗰場，仲低4分。帶頭嘅係智取神駒，第二位嘅喜蓮勇敢，跟住就電信巴打。你睇下紅衫嘅阿基拉轉彎啊，成4-5踏啊，外虎咁外啊！鍾易禮嗰啲韁繩啊甩晒咁滯啊，跑到嚟呢度以為冇噶啦，隻馬越推越有喎。你睇下好似超晒班咁樣，唔係依個班喎，隔離嗰啲唔係流噶嘛，2、3班都識贏噶嘛。喜蓮勇敢、智取神駒、黃腳立翻到嚟輕鬆贏喎，仲要今次同場仲有勁好運同埋黑桃火箭孭飛，巴道騎咗2次應該冇問題嘅，半冷值得一搏。